而且现在修也方便，只要有时间。那个新传奇的那个，不是4月11号要发表结果，那我们要准备一个节目啊，先。他说的。一定要啊，要不然我们不用了，不用准备节目，你就摆摊，然后把成果放在桌上就好了。我们什么成果没有成果？就是把那些你事后补的资料放过去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教你这个。就那个而已。对，就那个。我现在在教你了，你要去看成品。准备节目。没有，不用。就到时候说，新传奇的怎么？没有，不用了，他们有安排。2次。就那些上课讲义什么那个喇叭，这个叫喇叭。对啊。然后那个这个。这个叫喇叭。然后呢？那我们以后其他事情，对呀，跟他们一样，就老，因为要不然你东西那么少，先绿色。然后这个。给它封起来，不然等一下跑掉。这个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一起看。这个有没有？这是大颗的，这小颗的，要有分哦。先大颗的就，单独的是大颗的，小颗是用在铃铛的那个最上面。大颗。不是大颗，我有分啊，大小啊，有了哦。小的我都放在这个绿长珠这边。这是大颗的嘛？这个我们先抓中间嘛。抓它的中间。要弄几个买卖？什么买卖？这个就是买卖。买卖不是鸭子。买卖啊，你这个流苏哦。是哦，叫买卖哦。就。秋兰老师是杀起来呀。没有，不是，北瓜没了。萨吉拉雅噶，没人不是现在真的，不会讲啊，那个萨吉拉雅都是讲的那个阿弥陀佛。对。只有我的干妈会。怎么那么多会造成干妈？杨新火的，你知道杨新火吗？他的妈妈。妈妈也会讲日语。对，他活得多好。还在了，活得好好的。杨新国嘞，不是杨金子的那个堂哥。是堂哥啊。穿在里面就对了。那个穿线的道具呢？穿线还有红色的哈。4个眼睛还要用那个吗？这里按。又老花又结实。不是，要叫他们一起前去看比较快。我刚刚是在弄那个倒推，等一下，因为我在打结。别奶在哪里？细不细？细。拉下来哈，往下按就是。哦，终于，因为这是红的，我又找不到线。对啊。那个要看虚虚的这边。来这边啊，那个虚虚的。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。虚虚。对，过来。没事啊，先。哦。你的针呢在哪里？针哦。等一下啊哈。直接吗？一凡，你的给我那个。等一下，因为还在打结。我先用那个地方的。好，你就是用那个讲义而已。给他看一下。来看这边哦。你的猪猪也来给我啊。猪。啊，你的线。来那个。他已经2批了呢。来弄虚虚的来看一下。来看吗？他不要缝那个猪，先看虚虚怎么做。虚虚怎么做？用了3次。先给它对齐。我都一组的，没有，已经帮你们配好了。只说那个这样。
这是全部一起这样。对啊，全部啊，都给你们绑好了，绑好了，就是给它弄对齐，这样。对啊，打结嘿。一个在这边。结，一捆就是一束，这个一组是吧？一共有六个，嘿。然后对折。对折，没有起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我用很长，然后再对折这样子就够了。线是一样的。这个啊，这个哈有2包这种有银珠嘛，银珠嘿。分开的是大颗的。然后放在这边的是小颗，小颗是装在那个铃铛那边。哦，现在是大颗的。嘿嘿嘿。我都给他们喂那个。啊，有了。有啊，这个。我给它混。你给它混在一起哦。哎，你看得很清楚了，大小。冲出去。哎。这个小的。要用2次。中间的。比较厚。然后一个喇叭，这个叫喇叭。过喇叭。现在也不知道。这个是小的，这个是用在铃铛的，有流苏的都是大的。这一个大的。这个绿珠。这个绿长珠，这一个大的。再来一个大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大的。好，这样，这一个耶稣。什么呢？这个。那个，你的这个呢？这个你的吗？对。好，正面呢，我们先抓那个中间。中间。你干嘛乖？哎，不对，拿错人家了。怎么你拿头拿尾不一样呢？哦。中间。中间，我们先抓中间，有流苏的部分是3个嘛，中间完，然后2边这里，2边哦。然后这边是铃铛的，2个铃铛，哦。我们直接穿过去，在后面打结。好，这样子。哦。这边打结，然后再换。回去的时候也是记得我们用那个树枝这边。哎，对，才不会那个脱掉。好，就这样子了。可以哈。哦。喇叭绿色珠珠，绿色珠珠哦。喇叭。我们先用流苏的嘛。好。哦。那你的。在后面打结就好了哈。是啦，这边还有谁呢？他后面还有谁？没有了，就换你了。没有，不是在吗？Hello，那个好，对，那个也刚刚大的不是这样在后面打？对呀，没有，那个白的压到这个红线了。这些用流苏。另外一排，它卡线。是要直接剪掉重用。美一点吗？啊，不是，在后面说啥？这是么的？哎，嘛这条也是个红的，讲出来了。处理也没在呢，处理啊，妈妈你啊。但是你会听哦。怎么可能？忽然有笑声。讲那么大声。不能讲话。不过还闻到。给他螺丝，给我。改名说什么叫比例？他不认识。还有你会有，那是我们阿妹煮的饭呢。哎呀，现在是中野。中野就业。哎呦，你把阿妹煮把你惯坏了吼。把我教坏。你们下一堂要上什么？你们叫那个嘛哈，我们叫差不多啦，我们是对，还很多，还总共48门。哦，那我们是那个 L。你们要上48个。真的，我们叫科技。啊，那是头房紧的那些都是。就这个。哦，那是 LV。有没有？是真的。你老公的面。我知道，我大学就知道。不是那个。因为我每次唱那有一首歌叫什么？想你想得很孤寂。学了也没有用。每次那个台湾人都故意。你没有在那个啊，在标啊。唱一次啊。
没有，这是什么类？就像我们这个，我们至少还可以，对不对？这是哪个？我们在骗你。跟你刚刚讲那个吼，你想一下。要轻轻的小下，不要小太用力。哎呀，看不到呢。对，还有给你倒计还没有穿过去。还没有到，对。那么多人装不下去。对啊。表示我们的年龄已经。我们也不能骗人。家有几老人对。哎，对哦，不早说有道具呢，很辛苦。坐车高山，穿过森林。进入山洞。有口诀哦。那个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他会帮你。我先用下去。2次到2次。哦。刚才就是这样。哦。所以我一直解不开，就是这样。对折。就是这样子。哦，钻到里面就好了。对对，这样在后面打结啊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哎，对，哦，在后面打结。你看那个这样子颜色就比较好看啦。对。等一下我们剪的时候也是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做完了，那个吴老师说要有一个成品，要做一个，因为我也做好了，结果人又买去了，去大陆，我又做，然后我看好没有这个颜色，所以就用那个颜色。那还是红色配这个比较好看啊。啊，回去你再用树枝给它这样。这个是这样哈，然后再对折。对折，然后呢就这样子了。刚才王老师那个有口诀，你没有学。对。哎，这样。好，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穿上去。就这样子了。对指折，2次。穿上去，然后绑起来是吗？没有，你要穿到这边洞里面。刚才不是讲过穿过森林，然后再一次。再一次再。哦，好。穿过森林，那就好。寻找山洞。再一次。这样。拉。好，进来这边。做完。先一半。这样不是就2条了？这样就好了。哎，然后一定要记得这个喇叭。还要附件。先教我。好，在那里。剪刀。那前面有小剪刀啊。哪个？跟那里我你这样。边啊，改一下就好。一样长。没有关系，因为也是，因为你等一下这样子弄的时候，是不是到这里是很长啊？也是要剪掉啊。哦。哎，你那么快？没得。这个黑色的没关系。没有关系。也看不到啊。不用嘛哈。开到好车。2次，然后记得这个喇叭朝下。哎呀，这样，它是不是也盖住了？啊，让不量力，这个。这个要弄几个？3个，一边3个。还没有车可以先缝吗？怎么样？这个可以先缝，可是上面的贝壳不要缝。等一下你车白色的时候会压到。啊，这边不是有小的吗？等一下挂铃铛的时候才最上面那边要小的。
再抓中间，哦。啊，少一个不是3个吗？2个。抓中间，等一下这边2边哦，我留出来。只缝一次哦。对。不容易掉。这个2条线呢、这样，哦，固定。这个就好。那个铃铛怎么做出来？这样，推的。到时候你再用那个树脂粘了后面。铃铛一样啊。看到里面。那个珠子，银色的珠子有分大小哦。哪一个？哦，你是这个，是用那个号。这个是小的。大的都是用在有流苏那个粒粒线那边。呀，这个。这样子嘛哈，这折嘛哈。对折，嘿。这你还要小的。要先绿色啊。然后先大的在。最上面是小的2粒，下面的2粒，最上面，最上面2粒小的。会。哦，再绿这个。那里好像有一条很好做。啊，你们家那边也是这种，你们的吗？不一样，也不是那个一样吧？也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啊，铃铛是这个它的2边。这个也是，那边铃铛2个。这样，2边铃铛，这边又是那个啊，这个，哦。不一样啊，不能配。可是我在缝这个不是做不到吗？然后那个。哎呀，我说干嘛？哎，你真的很厉害呢，你。谁的不正你啦？谁的？依然都换线哦。哦，先做好一个流苏，怕等一下做不完的时候，回家还会记得。就这样，一样各2边一样。我们先用这个，因为这个不要这样，等一下，因为针很长哦，你打结的时候会扣不到。